怎么能这样呢？敢吃本姑娘的豆腐！我不爱吃豆腐。爱吃豆腐的男的怎么会说自己爱吃豆腐呢？哼！本王真的不爱吃豆腐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。你为什么不爱吃豆腐呢？豆腐可是个好东西呢，它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质。1两大豆所含的蛋白质呢，相当于1两瘦肉、3个鸡蛋、4两米饭。经常吃豆腐呢，还可以预防和治疗直肠癌、结肠癌，还有乳腺癌。多吃豆腐呢，还可以生津润燥、清热解毒，有益中和气，还可以有利于呼吸道和消化系统的疾病呢。看着干嘛？本王决定，明日开始吃豆腐。切，我说了这么多有技术含量的话，可不是让你去耍流氓的哟。那本王还是不吃了。你怎么能不吃呢？那么有营养的东西不能不吃的。你，本姑娘从来不记仇，有仇当场就报了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好，见过皇后了。是，皇后娘娘宣民女进宫，就是询问一下三王爷的康复情况。看来你与琪儿的婚事还要再往后拖一拖。皇上，我也是老了。皇上，恕民女冒昧，您这胸闷气短，神乏疲惫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？你对医术还有所了解？是不是偶尔还会忘事？久坐后还会有身体麻痹，连体重也有所增加呀？我看你啊，可以直接进太医院。刘太医说朕胸闷心悸，也给朕开了一些疏胆利气的汤药，可朕啊不爱喝呀。这刘太医啊说的也不错，只不过呢，治病不一定要靠药来治。不过皇上，你以后一定要少吃盐，什么酱菜啊、咸肉啊这些的上不了台面的，您就甭理它了。贝类海鲜啊也要少吃，你一定要多吃瘦肉、豆腐、鱼汤之类的，偶尔呢也要来御花园散散步，相信很快就会不药而愈的。看来啊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快待会儿把朕的汤药给停了，一切都听晴柔的。顺便去转告御膳房。是皇上。晨儿受伤的不是琪儿吗？为何晨儿消瘦清简呢？自从那日晴柔受了伤，三王爷也受了伤，皇上下令彻查此事，不知怎么就传出说此事与二殿下有关，还说是二殿下派人所做。一派胡言！他们俩是亲兄弟，弟弟大婚，当哥哥的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为何要绑走弟媳呢？这是有人想离间他兄弟二人，对二位殿下都是大大的不利呀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臣以为这一切都是楚军为利所致，楚军一日不定，朝臣心中就一日不稳呐。哥哥这话有道理。现如今楚危未定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这个来做文章。有人说晴柔这次被绑架是冲着琪儿去的，以绑架晴柔为名，实际上是想去伤害琪儿。甚至还有谣言说这一切都是晨儿所为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挑拨兄弟俩的感情吗？你关心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好事，但江山社稷的事情你就不用过问了。这晨儿、琪儿都是我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历朝历代因楚危未定导致皇子反目的事还少吗？臣妾只是不忍心看着社稷动荡、骨肉相残的皇上。皇后的话也不无道理啊。过几日就是牡丹花会，朕让他们二人替朕出席，届时朕要好好的考量一番。舅舅，母后说动复活了吗？也不尽然，但总算有了进展。这次牡丹花会过几天就要开始了，这万花会看似平常，但其实是你和谢延吉对未来社稷的一次交锋。我们必须要坐实你的储君之事。现在该麻烦悬空的老和尚了，我们给了他上千银两的香火钱，现在他也该为我们办事了。